观众朋友大家好，分享收看福喜来嘅，我系吴依用。美食啊，对于我们行业亚洲人有一重要就唔是多讲嘅吼。不过呢，唔知观众朋友会同我共样冇？对呀，美食嗰度嘅学问啊，其实唔咩过了解。啊，我哋今日都有请两个烘焙界嘅专家，同大家呢来授解。伊呢系线上学生嘅师生，啊，乡下写一本书哦，很多美食主义研究院。首先都有请最有名嘅烘焙先生彭秋婷先生，先生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彭秋婷，我係新竹客家人。唔過呢下呢，我係帶到屏東。溫陽先生，那我一位也本書嘅作者，如果後生唔過，未強用係烘焙先生哦，陳豐儀，豐儀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陳豐儀，來自於屏東嘉東。頭都有講到哈，兩位是師生，可是啊，我會很好奇，就是觀眾朋友應該都看到桌上這種，就是大家都很常見到的美味的糕點。那我呢，就是會吃哈，我會食啊，不會做啊哈。而且呢，疫情期間很多人應該都在家會做很多米食啊或烘焙，可是我完全沒有哈，我完全沒有，所以我一直都會對烘焙有興趣的人，我會很想要知道你們對烘焙的那個興趣係對乜嘅時間開始誒？先生先講好。我係新竹客家人嘛，所以我的是客家莊長大的小孩子，所以媽媽很會做一些年糕啊，傳統的美食、米食，通通都很厲害。所以我就是從小媽媽的跟屁蟲。所以我們客家莊不是年輕的時候都會搓湯圓嗎？哦，我懂厲害哦，很會搓。嘿哦，從細就懂好，對，就很喜歡做這些東西，所以就是對這個美食就超級熱愛。最重要是懂愛惜啦。愛吃啦，偏眼愛瘦，那麼瘦，為什麼愛吃還可以那麼瘦？要控制啊，要懂得吃，也要懂得瘦。哦，就會又好食又好清醒去做愛哦。啊，頭前係做米食，嗰種米食其實對你也是最早開始哈，因為俺能行業就會愛用，然後慢慢再接觸烘焙，對，面食。對，我從小的時候就會做包粽子，我開始的時候就是搓湯圓啊，包粽子啊，這個就是從小就跟媽媽就是國中的時候就學了，對，就很厲害了。啊，後來都想講愛專精啊。對，到了就是結婚的時候就想要創業。創業的時候就一頭的栽進的這個烘焙業裡面，就做了22年了。哦，一開始就會想講，我來自家做事業，嗰時候都想到，我親會就會做一個，對，嗰時候都按嚟創業耶。是，線上有一個烘焙屋嘛，對。啊，豐儀安後生哦，你自己也有一個烘焙屋哎哈，你是不是也是很早就開始跟老師一樣？對，我在國中的時候就接觸到家政課，然後上了第一次的烘焙課之後，就對烘焙有產生的這些熱忱。然後高中上了高職之後，就是讀了食品科，所以懂得不是只有烘焙，還有更多的食品，包括這些米食。然後就對這些東西有更加的專精跟了解。你記得你國中上了什麼會讓你覺得哇，我好想要繼續學？就一些，因為國中只有1-2節課，所以他做的東西可能就是杯子蛋糕啊、馬芬蛋糕，就是一些很簡單的小餅乾啊那個。對，然後我們就是從那時候就開始有興趣。然後你跟老師一樣愛吃也愛做嗎？還是愛吃是還好，只愛做而已。就是愛做，而且好像豐儀很早就開始事業了，大學嗎？高二就開始，對，他真的很棒。對，我們高二就開始，第一個訂單是那個做也是包湯圓。是因為我們村莊有一個那個老公公老婆婆，然後他們也快退休了，然後那時候就去他們家，他們冬至的時候都幫人家在磨米，脫水做那個果脆，就是客家人講那個板木的那個米團，對，然後我們都會去他家串門子幫忙，然後就看，然後就有興趣，然後就也因為離家最近，所以那時候媽媽也會炒一些肉餡，然後我們就開始那時候就把它的皮，然後跟媽媽的肉餡開始包起來，就開始做生意了，這樣。就開始賣哦。對，就開始賣了。對。哦，高中2年級就開始，懂厲害哦。就提供我按你可以賺錢哦，可以開始賺錢這樣。哈，但是是不是你大學就開始真正在？對，到大學是真正就進了一些專業的設備進來，到大台的烤箱，然後對，還有一些攪拌機啊，專業的設備。
哇，太后就可是就是真的很有兴趣呢。对对哦，刚刚屯欣赏跟彭老师什么时候变成师生的？你什么时候在高职的时候，彭老师都有开包子馒头课，那时候有去跟彭老师学。第一次，对，那时候我们那边交通还蛮不方便的，都要坐火车到屏东，然后在师长再接我们过去教室这样子。嘿哦，因为他就是很好学，然后又很上进。刚他对你就有印象哎。对，就是很上进的一个小孩。那风雨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因为我儿子现在是28岁，他26岁。对。然后因为他是读食品加工的，那他在食品加工的理论上面是非常强的。那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很上进的一个年轻人。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的教室都会开课，他都会来帮我，而且他帮我的话，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可以好好栽培一下。所以我有很多的课程啊，我就会希望说他可以跟我一起来，同时的一起的学习进行。然后有些 case 我就介绍让他自己去负责，然后去接洽。然后他慢慢的他自己也很上进，然后就去学校教书啊，毕业之后就去学校教书，然后他也就是去很多单位去发展的都很棒。哇，我说狗子的时间你都有发现，也可以栽培。对。那风雨那个时候也就很有企图心了，对不对？毕竟你高中就开始在卖汤圆了。对，那时候对啊，是想说可以越做越大这样，然后又加彭老师的帮忙，介绍有一些协会。对。有一些协会给我认识，这样，就去教课。彭老师也忙不过来，彭老师的课太多了，太磨寒了。这次怎么会有两个机缘哈？你们一起写一本书？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觉得也是一种传承，就是米食啦。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会做年糕，做这些传统米食，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可以用这个米食，然后再重新的再把这个写在书里面，可以把它传承下去，传递下去，就让我们的米食客家的一些文化可以发扬光大。那这一本书其实当初也是风雨他提议他想要写，但是我一直在挣扎说到底要不要写，但是因为我真的忙不过来挣扎还里面太磨寒了。对我真的很忙，然后但是他又很想留下一个人生的一个历练，然后一个记录，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共同完成这一本书。风雨，那个动机是什么？就像刚刚老师说的，你想要留下一个老师想要表达是传承嘛？那我想表达是其实，在食品加工的领域里面有很多的专业知识跟一些相关的概念，我们想要把煮菜把它科学化。譬如说书里面提到有一些梅纳反应啊、焦糖化反应，其实这本书的料理的那一些观念跟原理，不是只有做在米食这边，其实你平常在家炒菜也用得上这一些观念跟理论。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市面上大部分烹饪的书，你知道我刚刚我有讲我跟烹饪很远嘛，所以我也很少看到跟食材相关的书，是不是市面上大部分这样的书都比较是教你做，但是没有什么理论没错，比较少原理。对。古时候我想讲，那我们就来写一个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是食品加工跟其他比较不一样的。对，就是把这些原理都融会贯通之后，其实不是只有应用在这本书的料理制作，就是你平常炒菜也会用得上。那就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前面，因为我刚刚有稍微翻太有钱，我真的看不懂那些理论，可是很常听到对，其实我们的有中式啊、西式啊，像这种米食这些，其实他们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很多的一些料理有共同点。对，那所以刚才就像风雨说的，为什么要表达把这个米食里面的这些就是一些那种的理论写进去，其实它就是会运用在我们生活上的很多的料理里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表达就是希望在这本书里面可以成为大家的工具书就会真的有想到说，要的东西，你看像板啊，还有给甜板这种，就是板类的，对，好像真的我们这一辈都不太会做了，真的刚刚老师说有一些理论是先开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那可不可以举个例，就是像什么理论是刚刚像两位老师说，就会平常时在家煮饭也用得到的？梅纳反应呢，它是一个
蛋白质跟那个碳水化合物结合的一个反应哈。然后它的水分越少的话，温度越高，它的反应的速度越快。好，那像我们炒一道菜哦，那主持人你会先如果有酱油跟米酒，你会先加哪一个？酱油跟米酒？我妈好像都是酱油先。酱油先没有错，就在酱油先，因为你米酒先下去，它整体的水分就上来了。所以当你先下米酒再下酱油的时候，其实它的锅气是不够的，它温度是偏低，然后水分是高的，它这样子香气会不足。那如果你先下酱油，那水分比较低，它先产生锅气，它先有这个香味之后，你后续再加米酒，那它的香味是有的。对，但是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像那个先后顺序，就会炒出来的味道是会有差别的。哦，就像要按简单的道理，其实你有一点理论了基础的时间，你如果记得的呢，你就会记得，不会下次像我这种初学者就会忘记我应该要先加哪个。哦，Echo 是有用的哈。对，而且我们的理论里面，我们会从米跟水的比例，要去怎么调配，要去怎么抓，然后呢，你可以去写出一道属于自己喜欢的口感的配方出来。连也给旅游屯太甲讲，唔係講唔會做甜板就會按用，對，而是你可以各種不同口感，你可以怎麼做，自己調整，自己調整。好多糖都豐衣按嚟講吼，你就會講我講，以為理論糖起來嗰種幾難，唔過講起來，又幾簡單哦，又記得得到吼，嗰種也地步有非常多嗰使用啊，平常時正經用嘅都有嗰有荷爾蒙嘅東西，我哋了解下甜，個請兩個先生來同我哋分享。非常多種來福起來嘅現場，今日嘅來賓呢係兩個烘焙專家，係彭秋婷師傅呢，韓國一個陳鳳儀師傅。伊人呢，叫他寫一本書，叫米食主義研究院，叫研究院，真的頭頭有講到一條理論，真的是很有研究的感覺。對。可是其實大家不要忘之卻步，是很簡單可以看得進去，然後可以學到的吼。對。係，我哋家看到有按到，大福，還有甜板，還有粉板，韓國一個係麻糬啦，哈。對，紅豆。雖然他加工糍粑，可是我們的糍粑比較不是這個啦，哈。就是糍粑，我們客家人的糍粑就是直接沾那個花生糖粉，嘿，那個就是最傳統的。嘿，一個係個無腔用嘅糍粑啦，哈。啊，不過看起來嗰種可能平常都有看過，可是老師的做法有一點點不同，對不對？對對。跟我們介紹一下。好哦，那其實這本書我們所要就是要告訴大家，就是說，因為我們傳統的老一輩人都是用磨米做，對不對？那現在我們年輕人很多人啊，就是沒有這些機器設備，所以我們就會去買一些米谷粉，就是糯米粉來做。但是呢，這糯米粉我們要如何的比例的搭配，我們的書裡面都寫得很清楚。然後呢，如何去轉換它變成像我們的粿板的拌車，對，然後其實主要我們的拌車裡面呢，其實有一個重要的就是我們都會說是加板母，就是我們的板母會影響到我們的粿裡面的老化的速度跟口感跟軟硬度，在這個裡面來講，書裡面我們都有提到，這個很重要。哦，是不是就像做麵包的那個老麵嗎？是差不多的原理嗎？我覺得我不要問太多，我真的是很外呀，讓老師不知道怎麼回答。其實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意思，對，就是有點雷同，對，就要避反，對，要讓它發的那個意思啊。那老師，我們今天帶來的有什麼比較特別跟平常做法不同的？那其實像大福來講，我們可以用糯米粉做，也可以用就是用那個糯米粉來做。那還有就是這個大福裡面呢，其實像那些餡料啊，其實都可以自己喜歡什麼樣的食材都可以包進去，甚至於這個皮啊都可以染色。哦，像我們書裡面，我們就有教大家如何染，像用火龍果啦染色，還有南瓜染色，然後還有什麼顏色？還有我忘記了，抹茶綠色，抹茶還有什麼？總共有5種顏色。哦，對，所以這個
粥啊，对对对就我们书上那5种颜色。这个大福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哦，对啊。哦，哎，甜版黑莓年糕有不一样的地方哦，其实这个年糕啊，就是我们不是做那个什么草莓大福吗？里面的红豆馅啊，如果你多出来，可以把它放在那个年糕里面。哦，就是把我们剩下来的食材啊，可以加以运用，然后也可以做成年糕。然后呢，里面再放一些红豆粒哦，然后就可以有现成的年糕可以吃了。哦，对，没好好利用，没弄害的，对，没有浪费。哦，然后这个红板是不是2个口味没用？这个红板的话呢，它里面包的馅料是可以随心所欲的。那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红豆跟绿豆嘛，就是豆馅类。那其实，在我们那边的客家村庄，其实有包米。对，包米哦，它里面是包米，它的馅料就是米。对，蒸熟的糯米去拌糖，去拌花生粉。那在我们书里面，我们有教你怎么把甜的米糕也包进去，当成馅料。对，哎，是哪里？嘉东的客家。嘉东的客家村，对。哦，我爱那州。对对对。哦。然后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一般我们要让它老化速度变慢的话，改变它组织口感的话，里面我们加了一个秘密武器。哦，所以不能破梗，还没。要买书看书就知道了。可以。哦，是什么？黑马给，黑马给是天然的淀粉。天然的淀粉，天然的淀粉。好啦，我们就大方一点讲一下好了啦。我们里面加了一个叫马铃薯，新鲜的马铃薯蒸熟之后放进去。哎，打在我们的那个红板的那个皮里面。嘿哦，对。所以这个作用是它比较，因为通常放一阵子就会变硬臭。对。古时候不用给马铃薯对，给都够我们变硬。对。哦，而且它可以加南瓜、地瓜、马铃薯都可以。对对。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其实加了马铃薯之后，它会变得更 Q。你有吃过那种甜甜圈吗？甜甜圈里面它就是有加了马铃薯。对，很 Q， 很好吃哦。哦，原来黑暗呢。对对。哦，古时候老师，你能就黑，其实有这样子的能力，把它这样子，举一反三，就是要有理论基础哎哈。对对对，没错，不然会不知道为什么。对，没错。哦，古时候能就黑，压多年的营养，然后去把它融会贯通。写到书里面，希望大家都可以学起来。我们就是要了解食物的，就是材料的一个特性，好，才运用在每一个的产品上面，它就会变得很不同的风味跟口感跟组织。接下来我很想要问2位老师啊，就是对你们又有在教，又自己在做，对。那青斗诶、后赏诶呀的，学生他们会问最常被问的问题会是什么？其实大家先讲迷思好了。迷思。因为大家，童老师你还记得我们在蒸年糕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说小孩子不可以在旁边乱讲话，不可以问熟了没？对对对。不然他就不会熟。都说不可以讲话。还有对，然后还有那个发糕，不可以问会不会发，不可以问有没有发。那其实因为就是以前他们都是用那个灶，他们都是用木材在烧，那其实有时候它的蒸汽量是不够的，所以它怎么蒸都不会熟。因为它蒸汽量不够。那我们现在我们都用快速炉，对，快速炉，我们都用快速炉去那个时候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对。哦，古时候头白就怪声音呢，怪给小孩，没有成功的时候就是一个牵拖啦，就是说小孩子乱讲话。刚好上岸还有问嘛个问题，刚刚讲很常问。学生其实就是像我们在蒸年糕的时候啊，因为有时候蒸不熟，为什么会蒸不熟？其实有时候蒸的时间的长短也有长短。跟我们就是那个柜里面它糊化的时候的时间也有关系。所以不只是不是快速炉就一定 OK 的。对，像如果年糕是做小的是还好，那个老一辈的他们都蒸一大笼。那如果它是双层的话，它要你那个我们台语叫套龟体，就是要放竹管或铁管，让它的蒸汽可以从最下面再往上。如果你把整个饭巾都铺满满的，它手的那个蒸汽是上不去上面那一层，所以它就会累积，它可能只有第一层熟，然后上面的都没有熟。对，所以是要有缝隙让蒸汽往上跑的。其实珍贵的火力真的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因为你的量多量少啊，其实它蒸的时间是真的不一样的。对。
哦，还是有很多学问。嘿啊，刚要底杯啊，你能讲讲新难做的黑哪一行？最难做的是哪一样？最难做的是哪一样？最难成功。其实，最难做的是哪一样？像我觉得，如果对新手来讲，像这个红板跟那个超蛙柜，可能就要注意蒸的时间。哦，对，它火力太强，然后不是所有的柜火力强就会好，因为像这种火力强，第一个它会塌陷，它的纹路会不见。那如果像是那种我们讲的超载果，它那个会整个变，它会变成像模型，它像 picky， 我们台语说 picky 就会扁掉。就那个就像我们客家人说捏板呐，捏板，就是在批年节的时候，就是那个捏板啊，就是稻田有很多的那一个鼠菊草，我们就是说捏板的，对，对，南部是抛头公板，对不对？就是鼠菊草。我们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北部是艾草，猪笼板。猪笼板，美浓那边好像。我们叫做还有一个对叫猪笼板，所以板类其实真的就没那么容易，对不对？就是要注意火候。塑形的这一种会比较会对新手来讲会比较那个比较有，我觉得要多注意啦。对，如果像甜板或者是我们封面的那一个 XO 的那个萝卜糕，这个都很好做，这火力越强越好。对，年糕的部分会比较好控制。对，像这种有造型的，然后要蒸的时间就要稍微注意。就古种俺的大概看到相片安尼啊，做都演讲，其实冇咁简单，对，它是跟火候有关系。我都没有想到这点，我以为说捏的时候捏圆圆，它出来就圆圆的了。因为糯米呢，它如果火力太强的话，它蒸的时候它里面膨胀，它很容易变形。所以我们在出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柜兜我在蒸的时候，其实我压力是非常大的。我必成功。对，一定要成功啊！要的话你不成功，你就是要重新再做。以面压胸片就会能去给它做。对，因为我们的成品都没有重新做过，就是一次就完成，全部都一次到位，都 OK 的。那因为在我们拍摄写书这时候啊，因为那个年糕都是我在顾炉的，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说做出来没有成功的话，就是要都重做。对，我觉得要翕相的东西。对，因为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真的实力还蛮坚强的啦，一次就全部到位，所有东西都没有重新做过。哇，很有默契，真的是证明自己是很专业的懂专业的哦。刚你讲按照奇妙的事情啊，俺们还蛮讲很多，俺们聊一下天，过强亮的欣赏，同俺们讲按照美食的也按照嘅好门。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今日的来宾呢係兩個烘焙專家彭秋婷先生和個陳福英先生，伊能講下寫一本同美食有關嘅書，叫做《美食主義研究院》。多多講到嗰度嗬，同美食，像我也做愛紅嘅人都會咁講，嗰奇妙嘅很有趣的知識嗬。啊，韓尚一門老師啊，像我也做愛紅嘅人，我來做。第一个老师会建议我做什么？因为老师好像你们不只有丰富的图片，还有影片，对不对？对，里面现在有2支，就是还蛮简单的影片。我们请风雨有示范有很简单的2道料理。那我觉得就是很多家庭主妇，我们民生主食是不是都很多米粒类的，炒饭啦，或是蒸一个像油饭啊，这些就是我们的民生主食。这个是家庭主妇应该会最常做到的。所以我觉得可以从米粒类开始做起。刚是讲，对于煮饭、炒饭可是觉得听起来很逊哈，但我真的都不会。如果要晋级呢，沙好了可以做吗？板类的啦，板类也可以啊。板类刚刚听起来好难哦。板类不会，其实我们萝卜糕里面有一款是不用蒸的萝卜糕。不用去把它蒸熟的萝卜糕，就是米浆，我们把它糊化完之后，直接两面煎到金黄色，有没有？听起来很简单吧？对，就这样。里面有很多道的煎饼是用这种方式呈现的，然后也很好吃。
我说能有动作就嘿，简单的没有，对，要很专业也没有，可能你想要挑战嘛，给啊对，是。刚你的两个啊，还第一次一起写书嘛？对，第一次。跟合作的心得是什么？写书其实是一个很烧脑的一件事情，真的，因为你要准备很多的工具道具啊，还有很多的食材，对。然后呢，你拍摄完毕，我们3天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拍摄完毕。你不会图片过多呢？对，全部就要把它拍摄完毕。所以影片。对，影片，那你还要校稿后续的很多的事情，很多，所以写这本书来讲的话呢，真的是很辛苦啦。但是就是年轻人哦，比较能经得起这个挑战。像我这样已经年纪的这种，就是觉得在写书，我就觉得下一次叫我再写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再考虑一下，因为我已经写6本了，我也觉得很累了。但是我时间一久啊，就开始要写到写完，大概要耗时多久？其实我这次大概8、9个月，从写第一个字到结束，大概8、9个月。对，按久呢。对。所以真的是蛮辛苦。对。老师董也我也辛苦啊，风姨妹觉得很辛苦吗？你也会吗？所以我有问他说你会不会想要再写？他跟我讲，先休息一个几年吧。真的哦，那太烧脑了，真的。你每天有空，你就会想说要怎么编排，然后读者的问题大概会在哪里。然后如果我们还会找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还要找新手先来做这一道料理，做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问题的新手最常犯的问题会在哪里？我们会把注意事项给列出来。对，而且我们比较难的整形，我们都有 QR code， 你手机拿起来扫就有影片可以看。对，就是整形，就是让它做得漂亮。对，塑形的部分，其实像很多塑形的部分，如果说你的技巧不对了，那其实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成型嘛。那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考虑到了这一个点，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在整形的部分啊、塑形的部分就拍了影片，短影片。连也没真给过春游啊，因为我们还没吃就先看到。对，但是处给就唔想吃的，很丑就不想吃了，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刚刚凤仪讲到对哦，就是你们已经到这个阶段了，可能有时候会忘记新手会出什么错，对不对？对。就是原来这个对新手来说是难的事情，但我已经忘记了。刚什么印象最深？就是那个新手的错误。其实米食来讲的话，应该都还好，就是其实前面做的部分都是大同小异啦，最主要是后面在蒸的部分要比较小心。头头糖一轮没黑哈，给蒸的学问。蒸的学问应该在米食里面是我觉得是它的精髓所在。不过蒸给米的你还没就黑你要一直试做很多次，不太可能像你们这样一次成功前面累积很多失败。当然，那里面有很多菜是我们就调整，一直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才把它写在书里面。对，所以不是像有些书，它是配方写一写，其实有些配方写一写，它是做不出来的。我们是每一道都做得出来。以为按呢哦。有些书是只有写配方而已，它就是没有实际上的操作。就是一个食谱书的话，很多就只有食谱、配方跟照片、成品照片而已。但是我们的这一个书里面都有一个制作的一些过程的步骤图，所以就是其实读者看了之后，其实可以很容易就上手的。刚针对个内容啊，这个内容，师生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2个呢都彼此尊重对方。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就会彼此讨论。但是我觉得就是共同点，就是我们的默契还不错，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写这本书来讲，我们是算是顺利的。应该是那个格调跟彭老师学，所以跟彭老师的默契都大概知道那个点在哪里。对，所以就还蛮默契的。就是观念想法啊，就是都很雷同。对，所以才有办法很快的把这本书完成。那风仪那个时候要找老师写，你会压力很大吗？开始写？其实不会，因为我找老师写，我已经把大纲都拟出来了。然后细节的部分就跟老师讨论。那老师
都有帮我们，就是拍照的那个摄影师要怎么把照片拍得很漂亮，那个老师都会在旁边监工。对，监督怎么把这个东西拍摄呈现是完美的，然后就是让读者可以把这个东西都可以把它都可以就是看到的图片或者看到这些作品都可以美美的呈现出来。其实亚后上爱有在观察老师，对不对？你知道找老师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头都老师以前进来呀哈，你还没进来的时候，那个风雨就说老师很龟毛，偷偷爆料这样，但是就是这样才会写出很内容很精实的书。老师对那个产品摆设的位置啊，都会因为我们像我们比较新手，我们就是东西做出来如果很好看，可是如果你不会摆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不怎么就好像没有价值。可是老师就是可以把它摆得美美的这样子，就是摆盘啊。东西就是盘饰，对对对，就是东西要好吃又好看，然后其实你才会想要有那种心动的感觉，想要去做它吧。好，我觉得这个人就是用那种视觉效果，视觉就是真的是第一眼就很重要了哦。刚两个欣赏啊，写完这本书，青苔的心得黑嘛给最大的心得是什么？最大的心得除了很累，还是很累，但应该也很有成就感哈。有，当然很有成就。最重要，我们就是把这本书就是这个任务啊。好，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这本书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从原本10月要拍，然后彭老师确诊，又延了1个月，然后又要赶在过年前出版，那个出版社的编辑团队也很强。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真的蛮艰难、不可能的任务。对，也还彭老师提6本书哎，还艰难的100哈。哦，对，还有最难的一本。对对，最仓促的，最仓促。因为也比较仓促，可是品质还是一样很好，不会因为仓促品质就不好。刚刚亚本书啊，其实刚出版嘛，哈，对，不过我种审结以后，成绩蛮好。这一本书我们出到现在的话，刚出版来讲，已经荣登了博客来的中式料理的点心里面的畅销的排行里面的第1名。所以真的很多人都在关注烹饪烘焙有关呢。对，刚应该就真给辛苦很值得啊哈。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就。对。要数底波，其实因为客家美食真的就很多，所以风仪也避不掉。虽然你不是客家人，对，但是写了这本书，有没有觉得跟客家有不同的连结或认识？连结或认识以我们当地那边来讲的话，因为嘉东就是一边靠山一边靠海嘛。那其实很多客家美食，它传入到我们沿海型的那个地区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有相当多的变化。譬如说像我们面的肉燥都是猪肉，就是猪脚肉去做的，对不对？可是传到我们沿海型的，它的原料就不是猪脚肉，可能是鲔鱼。就是鲔鱼，它就是它的肉燥是用鲔鱼肉燥，对，鲔鱼燥听起来就好高级哦。就是被海陆会合并，就有不同的元素，然后做出不一样的风格的东西出来，会演变。刚刚很好奇两位，你看从很小就对烘焙啊，这些很有兴趣，做烘焙跟学烘焙啊，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影响？其实应该是说做吃的都很辛苦，是真的很辛苦，因为你要备料，然后做完之后，你把东西卖出去之后，你还要再清理你的内场，所以你整天都会在里面忙得团团转。彭老师应该也是这样吧？其实做这个料理，我当然就是这种烘焙之路，它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一条路，没有错，但是也是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我觉得它带给我很多的一个成就感。对，因为在这里面我们就是学了烘焙之后不断的提升，所以我是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成了老师，然后变成了一个作者，然后再变成了一个评审。然后呢，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直在学习，一直在提升自己。可是我觉得在我人生历练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刚刚你有读到蛮个轻困难的时期吗？困难的当然有，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本身你自己需要去克服它。所以我觉得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它都是我们的知识养分啊。我觉得我们就必须要客家人精神，有没有？
安酱有没有？安酱的精神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就是刻苦耐劳的精神。某兄哥公啊，算了，我继续做家庭主妇就好了。哦，不会，没有苦到这样过。我不会，但是就是我的个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我就会一直想要去突破。就是大唔帮啦哈。对。刚刚丰仪呢，你一开始是很热爱，然后先卖汤圆。对，然后后来越做越多，对，越做越多。然后可是真的很辛苦，对。那你有曾经说啊，我选错行了？其实我一开始要读高职的话，不是要读吃的这一行业，我原本是对传统戏曲很有兴趣，我原本是要去读剧校的，结果我妈妈就说你读那个以后会饿死，所以这样就是他们，可是因为做事情我觉得还是要有家人的支持啊，所以他们就支持做吃的这个行业，所以我就一头热的再进去这条不归路了。那现在做起来应该也是就得心应手啊，因为也是有兴趣，这重点是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对，真的，我觉得这个辛苦的过程已经经过了。哦，身经百战。黑暗的啦，刚丰盈呢，你辛苦的过程已经经过了吗？还没，还在辛苦。他现在还年轻嘛，所以还在起步当中。哦，对。不过很好，你有一个很好的老师在前面，对，可以。他真的是不懂的，他真的是不耻下问。我觉得这个学东西就是要这样子，不要觉得说挂不住面子，就是不好意思问，所以他都会直接来私讯我，然后问我说，这个怎么做啊？我觉得这孩子真的是很棒。都银行黑广告，真的是栽培对了。对。刚刚祝福两位事业还有教学路做得更顺利哦。好，今日非常感谢两位先生同安的分享，安神奇的故事，多谢。谢谢主持人，心梦一样之声。那个，如果大家呢对米食料理有兴趣的呢，那欢迎参考我们的米食料理书，绝对是物超所值。丰仪很客气哦，欢迎参考，赶紧去买啦。对，非常感谢两位先生啊，观众朋友要继续留到俺的野台哦，继续听论先生好好运通。各位福喜来嘅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俺哋嘅面書粉丝專頁頁站，韓國聽嘢 YouTube 頻道，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消息。